大家好啊！我係回聲谷牧者廖潔玲牧師，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同埋平安常與你們同在。今日係2026年第二個主日，亦即係教會年曆中顯現期第一主日。喺呢度咧，祝願大家新年進步，更多經歷主，領受主恩更多。由新一年開始啦，回聲谷嘅崇拜有所轉變。以往第二個主日係聖餐主日，喺回聲谷嘅會址舉行，呢個安排仍然會繼續，歡迎相見人士同我哋一同去敬拜。而當日咧嘅崇拜係會錄影，經過剪輯之後，我哋會放上 YouTube，然後咧喺下一個月第二個主日去播放，即係話現場有實體聖餐崇拜。為咗唔能夠參與現場敬拜嘅相見肢體，同時間我哋會喺互聯網上邊播放錄影，盼望相見肢體能夠同我哋一同去敬拜。而喺第四個主日啦，我哋唔會有網上崇拜啦，取而代之啦係聖言分享，內容主要係以聖經教導，由本會嘅傳道牧者去分享信息。盼望呢個安排能夠讓相見會友更加多去聆聽主基督嘅話語，明白上帝嘅心意，好讓喺呢個末世謹守主基督吩咐，一同去成長，謹守主道，直到主再返嚟嘅日子。藉住新嘅一年開始啦，亦係更新同埋轉變嘅日子，好感恩今日我可以喺度同大家帶領敬拜。同時宣講上帝嘅話語，同大家分享上帝同我哋要講嘅心意。聖經以賽亞書42章5到9節，對我哋有乜宣告？請聽宣召。那創造諸天、鋪張穹蒼、鋪開地與地的出產，賜氣息給地上眾人，賜生命給行走其上之人的上帝，耶和華如此說。我耶和華憑公義召你，要攙扶你的手，保護你，要藉着你與百姓立約，賜你成為萬邦之光，開盲人的眼，領囚犯出監獄，領坐在黑暗中的出地牢。我是耶和華，這是我的名，我必不將我的榮耀歸給別神，也不將我所得的頌讚歸給雕刻的偶像。看啊，先前的事已經成就，現在我要指明新事，告訴你們尚未發生的事。我哋好感謝主賜俾我哋一個好獨特嘅名字，主耶穌基督，佢能夠讓我哋直接呼求上帝。現在就讓我哋以使徒信經嚟去認信我哋嘅信仰。預備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瑪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我信聖靈，聖而公之教會，聖徒相通，罪得赦免，身體復活，永生。阿門。我哋好感謝主，上帝賜俾我哋一個好獨特嘅名字，主耶穌基督，讓我哋可以直接呼求佢。更加感恩嘅，我哋可以好自由地去敬拜佢，因為主耶穌基督個名字，以致我哋可以得到呢一份敬拜嘅自由。讓我哋用兩首詩歌嚟去頌讚上帝嘅名字，頌讚你聖名，誠心敬拜，讓我哋嘅心、我哋嘅口、我哋嘅人能夠去全然屈膝喺上帝嘅面前。
壓我的主，今我頌讚你聖名，同來熱烈讚頌你尊榮。各地敬拜唱歌，全地讚美拍掌，你是全能，誠然受讚頌。和壓我的主，今我頌讚你聖名，同來熱烈讚頌你尊榮。各地敬拜唱歌，全地讚美拍掌，你是全能，原是配頌揚。傳揚上主恩到萬世萬代，主信實歷代沒變改。宣講主權能至高威榮，全地讚美永不斷。傳揚上主恩到萬世萬代，主信實作為是偉大。宣講主權能至高威榮，全地也讚頌你聖名。和壓我的主，今我頌讚你聖名，同來熱烈讚頌你尊榮。各地敬拜唱歌，全地讚美拍掌，你是全能，誠然受讚頌。和壓我的主，今我頌讚你聖名，同來熱烈讚頌你尊榮。各地敬拜唱歌，全地讚美拍掌，你是全能，原是配頌揚。傳揚上主恩到萬世萬代，主信實歷代沒變改。宣講主權能至高威榮，全地讚美永不斷。傳揚上主恩到萬世萬代，主信實作為是偉大。宣講主權能至高威榮，全地也讚頌你聖名。傳揚上主恩到萬世萬代，主信實歷代沒變改。宣講主權能至高威榮，全地讚美永不斷。傳揚上主恩到萬世萬代，主信實作為是偉大。宣講主權能至高威榮，全地也讚頌你聖名。全心歡欣屈膝敬拜，頌讚你永活神。誠心歡欣屈膝敬拜，讚美你萬世君。無所不知真理運行，智慧遍佈穹蒼。難料蹤跡不可測透，卻捨身救贖我。頌讚他永生神，傾出一生捨己為救恩。頌讚他至高神，基督恩典一生永活恩。全心
錯，難料蹤跡不可參透，卻捨身救贖我，頌讚他。今日咧喺回聲谷會址嗰度有現場嘅聖餐崇拜，同時間咧亦有網上崇拜喎。今日係由我開始新一年嘅網上崇拜啦。今日我要同大家去分享一個講題啦，係關於主耶穌基督嘅大能，承接住上個月回聲谷會慶嘅主題，軟弱中顯實力。主耶穌點樣喺我哋軟弱人嘅身上邊顯出佢嘅大能呢？陣間我會同大家一齊去分享。我選用嘅經文呢係約翰福音1章19到27節。就喺去年底啊，大概1個月之前，回聲谷啱啱度過咗37週年會慶。喺呢個慶典上邊，我哋要感謝上帝一直嘅保守同埋帶領，讓回聲谷嘅異象同埋使命得以繼續成全。我哋更加感恩嘅係上帝賜俾我哋有好多嘅同行者，你哋嘅支持，你哋讓我哋將主嘅教導去實踐。當中有唔同嘅堂會、傳道牧者、教會肢體、義工們，同埋相見嘅會友，因為有你哋嘅同行、奉獻、無私嘅付出時間同埋愛心、能力，你哋嘅參與、你哋嘅服侍，讓我哋一班嘅殘疾嘅會友得到關懷同埋扶持，喺呢個世代中顯出明光，照亮人心，引領人去歸向主耶穌，成為基督嘅門徒。喺呢度我要多謝大家。今日咧，我選用嘅經文就係約翰福音1章19到27節。讓我哋去先認識一下約翰福音第1章嘅背景。約翰福音咧同其他嘅福音書有啲唔同，作者係約翰，佢一開始嘅時候就係從上帝創造講起。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上帝創造宇宙萬物嘅時候，耶穌基督早就已經存在。宇宙萬物係藉住道而創造而成嘅，呢個道就係上帝。上帝用說話去創造宇宙。喺創世記第1章話俾我哋知道，上帝用說話去創造呢個宇宙。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說天下面嘅水要聚在一處，使乾地露出來，事就這樣成了。上帝說天上要有光體來分晝夜，讓他們作記號，定季節、日子、年份。上帝嘅說話就係道。作者就從屬靈嘅角度去介紹耶穌基督，讓我哋去理解耶穌嘅身份。耶穌就係上帝。約翰要向讀者去表明一個好基本嘅概念：耶穌基督係上帝創造宇宙之前就已經存在，
因此，約翰去介紹耶穌基督，就從上帝創造開始講起。而上帝創造就係道，呢個道就係上帝嘅話。約翰福音去記載住好多關於耶穌嘅教導同埋說話，去講明耶穌基督就係言說嘅道，佢就係生命嘅糧，生命嘅光。世人點樣去得到永恆嘅生命，就必須要讓耶穌基督住進去生命之中，點燃佢生命嘅光。世人又點樣可以得到永恆生命嘅力量？就必須要聽從同埋跟從主耶穌基督嘅教導而行。因為約翰好清楚講明，凡被造嘅，在他裏面有生命，呢個生命就係人嘅光，光照在黑暗裏面，黑暗卻沒有勝過光。接落嚟呢，我哋就要問啦，約翰係邊一個？佢嘅見證有乜嘢咁特別？從人嘅家譜去睇，約翰嘅父親就係撒加利亞祭司，佢母親就係伊麗莎白，亦即係耶穌嘅母親瑪利亞嘅親戚。約翰就係耶穌嘅表哥嚟啦。從上帝嘅角度去睇，約翰喺未出世之前，佢已經被揀選成為以色列人嘅先知啦。1章15到17節話俾我哋知道，他在主面前將要偉大，淡酒烈酒都不喝，從母腹裏就被聖靈充滿。他要使許多以色列人回轉歸向主，他們嘅上帝。他將有以利亞嘅精神同埋能力，走在主嘅面前，叫父親嘅心轉向兒女，叫背逆嘅人轉向義人嘅智慧，又為主預備迎接他的百姓。約翰佢唔單止係耶穌嘅表親，佢更係耶穌嘅先鋒，為耶穌作見證嘅人，將耶穌介紹俾以色列人去認識。喺舊約聖經最後一卷書馬拉基書4章5到6節，先知馬拉基佢曾經預言過：看啊，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要差遣以利亞先知到你們那裏去，他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免得我來咒詛這地。主耶穌亦都好明明白白去講過，約翰就係上帝差嚟嗰位喺佢面前嘅使者。馬太福音11章9到11節有咁嘅記載：我告訴你們，他比先知大多了。這個人就是經上所說的：看啊，我要差遣我嘅使者在你面前，他要在你面前為你預備道路。我實在告訴你們，凡女子所生的，沒有一個比施洗約翰大，但在天國裏，他最小的比他還大。呢位施洗約翰好唔簡單，佢嚟係要執行一個非凡嘅任務。施洗約翰壽命好短，但係喺佢有限嘅年日裏邊，佢肩負起使命，並且佢完成咗上帝交付俾佢嘅任務。約翰要對啲咩人去講見證？經文話俾我哋知道，係猶太人嘅祭司同埋利未人，佢哋係從耶路撒冷嚟嘅，咁即係意味住差嚟嘅人係帶住權柄嚟去查問約翰嘅身份。問嘅人係代表住猶太人最高身份地位嘅宗教領袖。雖然係宗教領袖，但係佢哋都係代表住政治權威嚟去審問施洗約翰。你是誰？你係以利亞嗎？你到底係邊一個？你自己話你係邊一個？從耶路撒冷嚟係代表住一個權威嘅宗教體制。喺呢個宗教體制之下嘅信徒係要服喺呢個體制之下，只係一小撮人，佢哋能夠有資格能夠去執行宗教禮儀。佢哋嚟去質問約翰：你憑咩資格去為嗰啲人施洗啊？
佢哋唔係關心受洗嘅意義，人點樣得救，佢哋唔係關心呢啲問題，而係關心施洗嘅人嘅身份地位。喺25節，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亞，也不是那位先知，那麼你為什麼施洗呢？喺猶太人嘅宗教體制之下，佢哋係要確定約翰嘅身份係咪配得為人施洗，執行呢個施洗禮儀。今日嘅教會咧嘅禮儀，大多數堂會都會由牧師去執行洗禮，呢個亦都係代表住牧師或係宗教體制下邊授權某一啲人先能夠有資格去為人施洗。如果唔係嘅咧，就唔合法。有陣時都會俾人感覺得洗禮係冇效嘅。喺以前猶太人嘅宗教禮儀上邊，都會為人嘅罪惡同埋污穢用水去潔淨，都有呢個禮儀嘅。又或者外邦人去歸入猶太教，佢哋會施行入教施洗呢個禮儀。喺以西結書36章同埋撒迦利亞書13章都有提到嘅。代表住宗教領袖嘅人，你去查問約翰，約翰嘅自辯呢，又話俾我哋聽乜嘢呢？如果約翰唔係基督，唔係以利亞，唔係先知，喺宗教領袖眼中，佢就係冇資格去替人施洗。今日嘅洗禮意義呢，係要脫離罪惡，歸信主耶穌基督，一個具體嘅行動，亦係具有象徵意義嘅禮儀嚟嘅。洗禮本身係冇清除人嘅罪惡同埋污穢嘅功效，真正叫人生命得潔淨嘅係聖靈。約翰嘅施洗係預備人嘅心去接受主耶穌赦罪嘅經歷，真正改變人嘅生命係上帝。人係必須經歷聖靈嘅洗，先至可以有新嘅生命。所以約翰嘅回答叫我哋唔好墮入宗教體制之下嘅陷阱，唔好關注施洗人嘅資格問題，而要專注喺人重生得救嗰位主耶穌基督身上邊。所以佢直接回答：我唔係基督，我唔係嗰位先知，我就係以賽亞先知所講，那在曠野呼喊嘅聲音，修直主嘅道。約翰好謙卑去回答：那在我以後嚟嘅，我給他解鞋帶也不配。從約翰嘅見證，我哋可以點樣理解上帝揀選軟弱嘅人啊？嗱，軟弱呢個字咧，可以指到身體上面嘅軟弱，通常係指到疾病啦，身體唔舒服，或者肉體承受唔起嘅軟弱，亦都可以指身上面嘅殘缺，亦係可以指精神上或係意志上邊唔能夠堅強，容易受挫敗、退縮，需要人哋嘅幫助。導致軟弱，可能會因為疾病、貧困、知識貧乏或者缺乏自信心等等。從靈性嘅角度去睇，軟弱嘅人就係指到嗰啲喺信仰上邊感到迷茫、低落或者犯罪，佢哋好需要上帝嘅愛同埋力量嚟去支撐佢哋。喺呢個世界上邊，普遍人都唔會去選擇軟弱嘅人嚟去擔任好重要嘅工作。從功能同埋價值去考慮，軟弱嘅人總係比唔上強壯嘅人，自然佢哋嘅身價就會矮一截啦。聖經去睇軟弱嘅觀點有啲唔係好同喎。上帝好喜歡揀選嗰啲軟弱嘅人，你去完成佢嘅工作。上帝不像人看人，人係看外貌。外表強壯，只唯有聰明、智能好高嘅人，上帝唔會揀佢哋。相反，上帝會揀選嗰啲世上愚拙同埋軟弱嘅人，目的係要讓佢哋令到嗰啲有智慧、強壯嘅人羞愧。上帝重視軟弱嘅人，佢目的係要透過軟弱，使人去學會
倚靠佢，因為人喺軟弱嘅時候就會尋求上帝嘅幫助。當經歷上帝嘅同在，佢哋會變得剛強。使徒保羅最喜歡誇自己嘅軟弱，因為佢知道什麼時候軟弱，什麼時候就剛強。耶穌呼召門徒嘅時候，正正亦係揀選世上最普通、最俾人睇唔起、最冇學識嘅漁夫稅吏，社會上邊冇乜地位嘅人，佢哋看似係軟弱無力嘅人，主耶穌就要揀選佢哋嚟去完成佢嘅救贖工作。我今日嘅講題呢，就係軟弱中顯實力。主耶穌因為人嘅罪性同埋軟弱，佢被釘喺十字架上邊，佢被軟弱所困。主耶穌卻係親身擔當了我哋嘅罪，為我哋變成軟弱，目的係要我哋得到醫治。彼得前書2章24節話俾我哋聽，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因他受嘅鞭傷，你們得了醫治。從屬靈角度去睇，軟弱係有正面同埋積極嘅一面嘅。第一，軟弱能夠引發出憐憫。曾經經歷過軟弱嘅人，佢能夠體會到別人嘅軟弱，更加具體有同理心，更加願意去幫助有需要嘅人。第二咧，軟弱嘅人佢哋會信靠上帝，因為軟弱係讓人認識自己嘅有限，佢哋唔會逞強，反而佢會尋求幫助，更加學會去信靠上帝。第三，軟弱嘅人佢哋嘅見證係能夠見證上帝嘅大能。一個自知軟弱嘅人，佢哋信心不足，佢哋學會讓上帝嚟去工作，聖靈係會賜俾佢哋恩賜，使佢哋嘅信心剛強。因有主耶穌基督嘅恩典，就會顯出上帝嘅能力，即使外表仍然缺乏，身體軟弱，但係咧，上帝嘅大能係可以從人嘅軟弱中去滲透出嚟，世人係會睇到上帝嗰份嘅完全，而唔會睇到人軟弱無能嗰一面。約翰嘅見證係要讓人從人嘅焦點所關注嘅身份地位資格同埋屬靈權柄去校正人嘅視線。主耶穌基督先至係嗰位世上嘅救贖主，佢先至係擁有至高者嘅權柄，赦免人罪惡嘅大能，俾人機會重生得救，嗰位審判人嘅上帝。回聲谷嘅異象同埋使命呢，係要向傷殘人士傳福音。我好相信冇人會選擇軟弱，亦都冇乜人會唔同意殘疾係軟弱，亦唔會有人去選擇自己成為一個殘疾嘅人士。但係咧，殘疾係會因着主耶穌嘅介入，軟弱嘅生命係可以變得剛強。我哋好歡迎你哋嚟認識我哋，聽聽傷殘人士佢哋信主生命改變嘅見證。信徒點樣去為主做見證？約翰係主耶穌基督嘅見證人，佢係當時代最有名氣嘅人，好多人都知道天國近了。約翰嘅出現就意味住彌賽亞嚟臨，天國嚟臨嘅時候，好多人都要嚟到約翰嗰度接受洗禮。雖然祭司同埋利未人係當時代最有身份地位嘅人，但係真正影響人嘅唔係佢哋，因為佢哋唔認識主基督。約翰就係認識主基督嘅人，佢能夠可以講出見證，佢係上帝嘅僕人，佢係奉差遣嚟預備人心去接受主耶穌基督，佢帶着使命忠於主基督，得到好多人嘅尊敬。佢知道喺天國裏邊，佢只係眾人嘅僕人，而耶穌基督先至係嗰位主。每一個信徒都可以為主做見證，
認識主基督，有能力同埋資格去見證主耶穌係上帝嘅兒子。但係我哋都有所準備。首先呢，我哋要知道自己本相，我哋嘅本相就係軟弱嘅人，被罪所困。每當遇到災害、患難嘅時候，我哋唔好去責怪人，唔好去質問上帝為乜嘢唔保守我呢？如果我哋存住呢種咁嘅觀念、呢種嘅思想，我哋就要去改啦。我哋要學會謙卑，去尋求主嘅憐憫，尋求主嘅醫治，醫治我哋軟弱嘅生命。第二咧，我哋唔好墮入俗世嘅眼光，去俾呢個世界價值觀去牽住走。我哋呢個社會嘅定義點樣定義一個人嘅價值呢？教會有陣時都會墮入呢種嘅價值觀嘅喎。我哋會以外表嘅標準嚟去判斷，例如啦，有冇經濟效能、社會地位、名聲、權力、健康、財富、身家資產等等。我哋好容易會跟風，追求外表、物質、名譽、金錢。信徒，我哋要嘗試將焦點轉移到主耶穌基督嘅身上，多啲去諗，如果唔係主耶穌犧牲佢嘅生命，換嚟我呢個重生嘅生命，我點樣可以活喺呢個世界上邊呢？我點樣可以擁有同埋享受呢啲一切呢？第三，我哋要追求嘅係靈裏邊嘅滿足，我哋要將生命投放喺永恆嘅事上邊，將主耶穌赦罪嘅恩典同你哋分享。生活上邊，我哋多啲去感恩，多啲講主耶穌點樣幫助我哋。我哋有啲咩人值得我哋去幫助呢？我哋試下諗下，將主耶穌基督嘅愛去分享，同人哋去分享主耶穌喺我哋身上邊嘅大能啊！我哋用行動去幫助嗰啲有需要嘅人。我哋嘅見證就係讓人看見上帝，藉住信徒之間彼此相愛嗰份行動，將上帝嘅愛顯明出嚟。約翰一書4章12節提醒我哋，從來沒有人見過上帝。我們若彼此相愛，上帝就住在我們裏面，他的愛在我們裏面得以圓滿了。盼望新嘅一年開始，我哋都可以為主做新事，積極去為主作見證。一息間呢，我會同大家去分享一首詩歌，嚟去回應今日嘅講道。一顆謙卑嘅心，施洗約翰佢係一個謙卑嘅人，值得我哋去仿效。無論我哋嘅生命年日有多少，長或短，體能係點樣，強壯抑或軟弱，只要存住一顆謙卑嘅心，與主同行，上帝就必定喺我哋嘅生命裏邊做新事，叫我哋變得剛強，賜俾我哋能力去為主做見證。我哋一同有禱告啊！我哋感謝天父上帝，因為你揀選咗我哋，成為你嘅兒女，使我哋喺你嘅恩典裏邊能夠存活。多謝主耶穌基督赦罪嗰份嘅恩典，讓我哋得以自由，讓我哋可以去敬拜天父上帝。我哋更加感謝你，俾我哋有一個重生嘅生命，成為你兒女，成為喺世人眼中一個好獨特嘅標記。有主耶穌基督喺我哋嘅生命裏邊，我哋即使身體幾軟弱，我哋嘅信心幾軟弱，有聖靈同在賜恩，以致我哋今日能夠可以存活。我哋要感謝讚美你。我哋求主耶穌，讓我哋喺施洗約翰身上邊能夠得到嗰份嘅啟迪，去做一個謙卑嘅僕人，能夠遵從你嘅話語，能夠喺呢個世界上邊去努力去見證你。我哋祈禱、仰望、交託，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我哋一同去領受從上而嚟嘅賜福。我哋都係上帝所揀選，成為上帝兒女，係蒙愛之人，盼望主耶穌基督嘅真理喺我哋信主呢一班人身上邊彰顯出嚟。
讓世人去認識真理。願恩惠、憐憫、平安，從我哋嘅父上帝同埋愛子耶穌基督以及聖靈喺真理同埋愛之中，常與我哋同在，直到主榮耀降臨嘅日子。阿門。求贈我一顆樂意謙卑的心，使我存着受教心志，盼望能完全隨你在世的足印，走進你美善旨意。求贈我一顆樂意謙卑的心，使我存着受教心志，盼望能完全隨你在世的足印，走進你美善旨意。願信靠，盡意跟着你嚟面我，多懇切禱告，單單相信依賴，神全令我心驚慕，一生信靠着你。求贈我一顆樂意謙卑的心，使我存着受教心志，盼望能完全隨你在世的足印，走進你美善旨意。願信靠，盡意跟着你嚟面我，多懇切禱告，單單相信依賴，神全令我心驚慕，一生信靠着你。願信靠，盡意跟着你嚟面我，多懇切禱告，單單相信依賴，神全令我心驚慕，一生信靠着你。單單相信依賴，神全令我心驚慕，一生信靠着